大家好，我係 Ivan。咁我喺之前咧同大家分享咗7節咧，就關於量能解密嘅咧相關嘅課程啦。咁今日咧同大家整埋最後一個課堂。咁呢個課堂咧係經典嘅模型同埋實踐嘅，同埋實戰。對於大家嚟講咧，呢一堂課係一個總結性嘅，而且係更加重要嚇。好，我哋睇翻之前嘅量價嘅一個關係。咁之前量價關係咧有咁多種啊，大家睇翻啦，有價漲量增啦，價跌量增啦，價平量增啦，價漲量縮啦。咁啊，總共有2、4、6、8、9有9種量價之間嘅關係。咁我哋之前學過啦，但係係咪量價關係你掌握咗之後就一定係咁？譬如講量增嘅時候，價格就一定會升咧，或者量縮嘅時候價格就唔會升咧？係咪一定係咁嘅咧？股價係一定喺呢種情況之下就一定升定一定跌咧？答案肯定係 no。 即係好多人咧，就係最緊要一點就係咩咧？最緊要嘅就係好多人會忽略咗趨勢。咁我想同大家講咧，即係如果做交易咧，最緊要一樣嘢就係首先方向唔好有錯。好，咁最核心嘅一個宗旨量價趨勢點最核心嘅一個宗旨係咩咧？就係如果你忽略咗趨勢去睇量價咧，咁就屬於教條式嘅學習咯。咁你永遠都學唔明白嘅。咁其實就簡單講啦，當股價已經升咗好耐啦，咁均線又開始掉頭向下啦，咁左側嘅量價關係咧將會突破，將會異於常規。如果出現咗放大量嘅異常情況，又跌破大量 K 線嘅低點，或者唔突破大量 K 線嘅高點，咁代表咩呢？梗係代表升勢已經接近尾聲啦。如果當股價已經跌咗好耐啦，開始有轉勢嘅跡象，咁左側嘅量價關係咧，亦都會突破常規嘅。如果出現咗放大量異常情況，就需要去判斷，其實佢係繼續跌咧，抑或處於下跌嘅尾聲，抑或即將已經要止跌要轉勢。咁接落嚟咧，我哋會通過案例嘅方式同大家嚟分析下，令到大家對呢方面咧認識又好，了解又好，更加深刻一啲。好，我哋進入我哋嘅案例分析吓。案例1，分析加方法總結總概論。咁大家睇翻呢幅圖啊。咁我哋睇翻知識點1，喺上升嘅趨勢當中收出天量嘅長紅。大家睇到啦，個框框度吓，呢個紅色框框入邊上升嘅趨勢當中，呢度係上升嘅趨勢吓，用翻黑色啦。上升嘅趨勢當中收出天量，咁呢個係天量嚟噶吓，好大嘅量。咁第二日咧又開始低開低走喎，咁點算咧？一個字，等。咁第二點喺藍色呢個框框度，大家睇翻喺上升嘅趨勢，呢個係咪上升嘅趨勢？大家睇翻呢個係上升嘅趨勢啊，所以拋開趨勢，你嚟睇量能又好，睇其他又好，你都係黑社會性質，因為你唔講道理啊嘛，你要講道理一定要有趨勢作為最終嘅最基本嘅個基礎喺度吓。咁上升嘅趨勢。回檔揾買點嘅法則，咁之前我哋講過啦，策略啦，均線有交叉，而且量能縮嘅時候，大家睇到呢度啲量能縮得非常之犀利。喺量能縮嘅時候，而且又有均線嘅支撐 ，OK， 咁呢個屬於買點咯。好，第3個知識點，大量 K 線嘅低點唔再俾跌破，大量 K 線嘅高點俾突破，點樣理解？大量嘅 K 線嘅意思就係呢度有好多個 K 線喺度，係咪？大量嘅 K 線俾突破，而唔係俾跌破，就係咁嘅意思。咁突破咗之後，咁梗係向上啦，因為佢突破嘅唔係一條 K 線，係一群 K 線。知識點4，無遮蔽原則。喺呢度想問下大家，有幾多朋友記得乜嘢叫做無遮蔽原則？如果你唔記得咗，咁你嗱嗱聲睇翻我之前個幾期嘅，有一期當中有一個課堂當中係同大家講咗咩叫做無遮蔽原則。所謂嘅無遮蔽咧，簡單了解，喺呢個啡色嘅框框入邊咧有好多條 K 線嘅，咁呢條 K 線上面咧有好多個高點，咁大家睇翻啦，最緊要嘅係咩啊？最緊要嘅係呢條 K 線，呢個 K 線就叫做無遮蔽原則。咁呢個係一個突破嘅 K 線，呢條 K 線將前面2、4、6、8、9
9條 K 線個高點全部食晒。咁你可以簡單理解為呢個係一個小嘅雙體，呢個雙體被突破咗啦，即係又可以稱之為無遮蔽原則啊。呢個就係知識點4。咁呢個無遮蔽原則係非常之重要噶，大家一定要掌握得到，因為經常會睇得到嘅。呢個係重中之重啊。咁啊，知識點2咧，量縮嘅時候有均線支撐嘅時候，咁呢個係買點啦，呢個都係好重要。知識點2同知識點4非常之緊要。其實你應該話你遇到嘅情況應該係非常之多，係知識點2同埋知識點4。好啦，咁最後一個知識點5咧，量咧都係為趨勢服務嘅。嗱，其實呢度要同大家講翻，頭先我講咗啦，唔淨止量能要為趨勢服務，任何一個技術指標都要為趨勢服務嘅。咁趨勢已經走壞咗啦，方向已經走壞，方向都已經向下啦。咁量縮有咩用咧？我哋經常講，喺下跌嘅時候縮量係好事嚟嘅。咁係啊，你單個率拎出嚟睇係啊，但係你放喺趨勢入邊咧，咁就唔一定係咯。所以大家一定要靈活應用啊！即係頭先開頭咁講，你如果離開咗趨勢，你同我講量縮係唔會跌，量增加咗價格會升，咁你啊真係教條式嘅學習，你永遠都學唔會嘅，永遠都學唔識啊！好，呢個就係總概論啊。咁啊，1、2、3、4、5呢5個點，大家一定要喺實踐當中要多啲去睇啊，多啲去睇，多啲去練習，咁樣你先會融會貫通，你先會理解得更加深刻。因為我喺度講嘅時候，大家會覺得好似幾有道理嘅喎，係真係咁。但係一到你自己去分析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唔係咁樣回事。咁係因為咩咧？咁係因為你理解唔夠深刻嚇。好，我哋下一個知識點拆解啦。知識點1，上升嘅趨勢當中收出咗天量嘅長紅啦，隔日咧就低開低走，價格就升嘅，量咧都係增加嘅。咁隔日低開，咁你要注意啲啦，因為低開嘅話咧，咁啊暗示佢要調整喎，因為你要等第二個買，你要等第二個買點噶嘛。咁呢個分析係點咧？如果收出天量，後尾係開始跳空低開或者係小陰線向下走，你一定要注意啦。係兩個重要嘅點，第一唔代表個趨勢壞咗，即係個方向係冇變嘅，但係時間上面你需要有耐心。好，策略點啊？以天量長紅嘅 K 線作為低點嘅防守，實戰角度嚟講，如果距離均線唔遠嘅話，第二防守就可以參考均線啦。好，大家睇翻啦。睇翻呢個均線，但係如果離得比較遠咧，咁你就要睇翻知識點2咯。喺上升嘅趨勢當中，回檔揾買點，即係頭先我同個總論入邊同大家講啊，知識點2係大家經常用得到嘅，即係前期升得好快之後咧，就冇快速拉升喺度洗盤嘅。咁洗盤咧，洗盤你就要睇啦，因為洗盤大家首先確認方向冇變嘅，因為方向冇變，所以佢洗盤縮量嘅時候就係買點。好，如果出現縮量嘅 K 線，咁啊接近尾聲啊，呢度係機會。如果均線又有交叉，咁呢度係咪屬於買點啊？咁佢係屬於自然，佢係屬於買點咧。好，大家睇翻個知識點2，係大家喺量能當中會經常用到嘅知識點2。咁首先你要明確一點，一定要喺上升趨勢冇變嘅情況之下，如果變咗咧，量縮有冇用咧？後面我哋睇翻你就知。好，知識點3，大量 K 線嘅低點唔被跌破，大量 K 線嘅高點被突破，咁啊屬於順勢而為啊。咁屬於強勢，點解屬於強勢咧？大家睇翻呢度有一大堆嘅 K 線喺度，放量再次突破呢個小雙體所有嘅高點，所有嘅高點，等大量 K 線嘅高點被突破，但係佢嘅低點係守住咗嘅，咁上升趨勢啱唔啱？係咪上升？其實呢個位置都可以稱之為無遮蔽嘅，都得嘅。咁無遮蔽咧，一般嚟講咧就唔係喺開始當中，係喺過程當中，所以有少少嘅分別就喺度啦。但係佢哋嘅形態係好類似嘅啊。
就係喺位置同埋時間唔一樣，呢個係佢哋嘅區別。咁去到知識點4啦，又喺呢個位，咁啊大家睇翻啦，呢個 K 線，呢條 K 線全部食晒前面所有嘅高點，無遮蔽原則成立。喺呢個位置，大家係可以追高嘅，大家係可以追高。咁咪點解咧？因為一個雙體橫盤之後，趨勢有冇發生變化？冇發生變化，量增價升係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喺呢個位置仲可以入。好啦，而家又睇翻知識點5啦。喺知識點5當中，大家會發現咧，有冇發現一個最基本最核心嘅就係呢一段咧係縮量嘅，大家睇到嘛？大家睇到吓，呢一段係縮量嘅，但係有冇用啊？咁加啲量縮係好事嚟噶嘛？係咪？正常我哋都係咁樣理解，咁嗰個係單一嘅理解，你拎出嚟可以咁樣理解，但係你放翻去嗰個方向入邊，放翻去個趨勢入邊，因為趨勢已經走壞晒啦，所以加啲量縮反而係一件壞事嚟嘅。點解一件壞事咧？佢代表佢要慢慢咁陰跌，即係大家知道叫刀仔鋸大樹，鋸唔鋸得斷咧？鋸得斷嘅，但係過程咧過程就辛苦啦。慢慢同你鋸，日日同你鋸啲，辛唔辛苦？好辛苦吓，所以一定要記住，一旦遇到啲咁嘅盤面啊，走得快就好世界。所有嘅知識點都係圍繞一個。由開頭到依家，我講得最多嘅係咩啊？最多嘅就係趨勢唔好變，趨勢唔好變。喺趨勢不變嘅情況之下，你係可以去做嘅吓。咁第二個案例咯，又係總概論。總概論1、2、3、4有4個點，我哋睇翻。第一個點，趨勢扭轉，後量要過前量後量要過前量。咁呢個量能好明顯係過咗前量噶啦，呢度屬於突破嘅。屬於突破，咁跌勢突破，再回踩，再突破，再回踩，全部回踩到前期嘅低點。大家睇到啦吓，回翻前期嘅低點。好，咁呢個係第一個扭轉咗個趨勢啦。第二，知識點2，量增價增，後市未必繼續升，但係要睇大局，再睇局部吓。咁呢個位置咧，對於大家嚟講咧，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呢個位置其實係大部分人應該大膽啲講，99%嘅人喺呢個位置係攞唔到嘅，因為回踩嘅深度、回踩嘅幅度太深啦。去到呢個位置，冇幾多人有膽喺嗰度攞。呢種情況，大家睇翻啦。我哋頭先睇翻嘅知識點嗰幅圖同呢幅圖，你明顯感覺上一幅圖係比較好做啲嘅。但係呢幅 K 線圖係比較難做啲嘅，咁正常嘅。咁有啲主力係比較兇悍嘅，非常之兇猛嘅，佢操盤嘅時候。咁有啲主力咧就比較溫和嘅。所以除咗趨勢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有陣時大家你要揾翻啱你自己嘅風格嘅嗰種股票，即係你唔好揀嗰種你唔係好熟悉抑或咧你又唔係好。即係覺得做起身唔係好舒服嗰種咧，咁大家真係唔好去做啦嚇，因為真係唔適合你，唔適合就係唔適合㗎嚇。咁知識點3啦，回檔揾買點啦，突破量能 K 線啦，量能 K 線指係邊條啊？係指嘅呢條係呢條 K 線，量能 K 線呢個幅度太大啦，跌穿咗好多均線，好多均線係死亡交叉嘅，對於大家嚟講呢種位置係比較難揾㗎嚇。好，咁知識點4咧，下跌嘅趨勢當中。咁頭先講咗啦，所有嘅量能都係為趨勢服務。咁佢如果係喺下跌當中，下跌嘅趨勢，咁佢放量應該點啊？應該點做啊？梗係為咗出貨啦。下跌當中嘅放量一定係壞事嚟嘅。咁如果係底部嘅放量咧，咁反過嚟一定係好事。所以對於成個大勢嘅分析係最基本嘅。如果你對呢個趨勢同埋方向係完全冇頭緒嘅話咧，咁量能嘅變化對你嚟講其實意義唔大。我想講翻咧，其實 Ivan 最中意同大家講嘅就係我有3部曲嘅，即係入市要分3步。第一，方向大家可以諗下啦。第一就係方向。好，我哋睇翻知識點拆解
知識點一，扭轉趨勢咧就肯定要後量過前量嘅。咁啊，反彈嘅力度要取決於可以解放幾多嘅蟹盤。咁啊，大家睇翻啦，4點嘅高點同埋3嘅高點咧係差唔多嘅，但係量能咧就大幅萎縮啊！佢哋對應嘅係呢個位置啊，3係呢個高點，4係呢個高點，佢兩個高點咧係咪差唔多啊？差距唔大㗎，睇翻下，差距唔大。但係量能方面咧，4嘅量能咧就明顯係要細於3啦。咁啊，暗示你啦，喺呢個高點佢係無法去解放前期呢個蟹盤，所以咧呢種頂部大家要注意啊！如果4嘅量能係完全大過於3，大過好多，咁啊呢個高點會被突破啊！一定要記住啊！呢種咁嘅圖形咧係經過好常見嘅，大家可以睇翻呢種圖形非常之常見。你睇翻你做過嘅個股又好，你睇翻你依家睇緊嘅個股都好，你可以睇翻好多嘅走勢。呢種屬於係非常之普通，經常會出現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揾翻個最關鍵嘅點，就係後量一定要大於前量。如果唔得，你要走啦，唔可以猶豫噶吓，一啲猶豫都唔可以有噶吓。好，下一個知識點3，喺呢個位置買點，我同大家講咗啦，喺呢個位置買咧，其實係好難嘅。所以呢度嘅分析話俾大家聽，回檔跌破晒所有嘅短期均線，回檔嘅幅度好深，對於短線嘅人嚟講係非常之難搞，或者對於短線嘅人嚟講已經係屬於放棄嘅啦，因為幅度太深。即使對於中長線嘅投資者嚟講，喺呢個位置以呢個幅度嚟睇，都係好難接受或者好難忍受。所以我想同大家講下，咁有陣時我哋係有啲可以做，有啲我哋唔可以做，有啲我哋做唔到，我哋會接受呢個現實，即係唔係話我哋學咗量能解密之後，考咗所有嘅圖形我哋都做得到，唔係嘅。呢個市場千變萬化，咁其實我個人覺得你可以即係做到一部分，而呢一部分你可以做到極致，亦係你嘅水平嚟㗎。咁你一樣可以喺呢個市場叱咤風雲，係冇問題㗎吓。好，睇翻知識點4，下跌嘅量能當中唔使睇啦，大家睇翻啦。下跌嘅量能放咁大，放嚟做咩？梗係出貨，量越大，後尾殺跌就越兇猛，毫無疑問。你睇翻啦，你睇翻所有下跌、加速下跌嘅個股，你可以睇翻嘅，好明顯嘅。咁呢個知識點4，大家一定要記住啊！千祈唔好喺下跌嘅過程當中咧出現咗大量，你開心到不得了。如果你又開心嘅話，你以為可以撈底啊？你以為可以抄到底，死得啦！因為主力啊諗住點樣抄你屋企啊，你又諗住抄底啊，佢又諗住抄家啊！一定要記住啊！呢個知識點4好重要噶啊！好啦，咁量能解秘嘅核心課程咧，就所有嘅案例同埋即係臨盤嘅分析啊，到呢度啦。咁啊，到咗總結咯，就係秘訣啦。第一點，量能係為趨勢服務嘅，一定要記住啊！量能係為趨勢服務，或者話任何技術，呢句話其實係最關鍵嘅。任何技術都係為趨勢服務，所以一定要睇趨勢。所以我同大家講，戰略上一定要啱，戰術上錯咗都有彎轉。但係如果啲戰略上錯咗，戰術上再犀利，嚟到冇彎轉啊！第二，量係股市嘅立本資源，但係量能咧係千變萬化嘅。你最緊要係要睇翻，你要分析主力究竟佢想做乜嘢。即係我同大家講 K 線係識講嘢嘅，咁你要理解呢條 K 線佢想話俾你聽咩信息。如果你理解錯咗，咁你就錯咗；理解啱咗，你就啱咗嚇。好，咁量價要結合嚟睇，通過特殊嘅量去揾到價嘅位置，而且仲可以從價格設置止盈嘅目標位同埋止蝕位。咁呢個係屬於對於大家嚟講，呢個屬於比較高卡嘅。大家先學識點樣睇量價之間嘅關係，喺方向喺趨勢當中睇量價關係，呢個係第一步。
當你呢一步做好咗之後，你再慢慢去做後面啲嘢。咁喺上升嘅趨勢當中，價格升咗，咁量又升咗係常態啦。遇到大量一定要注意有調整啊，有可能會調整，千祈唔好俾當日嘅大升咧就沖昏頭腦。咁啊，亦都係 Ivan 同大家講啦。咁你喺個股市當中啦，你唔好即係因為升咗，所以你手舞足蹈。唔好因為跌咗咧，咁你就非常之非常之心情唔靚。咁一個平常心。因為只有平常心先可以喺呢個股市當中立於不敗之地噶吓。第五，喺下跌嘅趨勢當中，越係放咁啊，第五條啦，我要同大家強調一下啦。下跌嘅趨勢當中，越係大量，後市跌質就越兇猛。咁呢個時候俾你咩？梗係俾你逃生噶啦。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千祈喺下跌嘅當中，你千祈唔好唔捨得。你話依家咧我就已經蝕緊幾多下啦，咁佢放量有冇機會再升一升咧？你千祈唔好咁諗，你應該咁，你第一個反應就係嗱嗱聲走啊，後面仲有得跌啊！如果你前面係蝕一部分，你後面就蝕到撲街噶啦嚇！一定要記啊！第五點係非常之重要噶嚇，大家一定要重視起身。咁第六係一個低級富三代啦，追高毀一身咁啊！追高咧，咁啊好多朋友都中意追高，其實大部分人都係追高嘅，咁啊追漲殺跌咧係大家嘅人性嚟嘅。但係追高係咪一定唔得咧？咁啊唔係，要睇情況。咁如果你符合強勢股無遮蔽原則咧，咁你設置好嘅防守點係可以去嘗試嘅嚇，就唔係一定唔得。好啦，第七條，咁向上嘅跳空缺口梗係利好啦，因為向上啊嘛，即係證明大家做多嘅意願好強烈。但係如果回補咗個缺口就要注意啦，因為呢個缺口係咩意思？呢個缺口就相當於大家因為某一件事情或者某個數據譬如講你隻個股出咗財報非常之靚仔，咁出咗一個比較大嘅向上跳空嘅缺口，咁呢個缺口係唔回補得嘅，因為回補翻嚟證明市場對於個利好已經消化乾淨。大家要正確理解下。好，第八，量縮嘅 K 線同埋長期均線向上，再加短期均線黃金交叉，咁梗係買點啦。咁呢種係買點啦。如果你遇到咁樣嘅盤面，第一時間你幾大都要買翻少少。但係同大家講，任何時候大家一定要記得，因為呢個世界唯一可以確定嘅事情就係冇咩事情可以確定嘅。所以即使係出現咗呢種咁嘅盤面，係絕佳嘅買點，但係喺倉位控制方面，我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分批，唔可以一次過重倉或者滿倉，絕對係唔允許嘅嚇。好，第九，價格可以反幾耐，有幾多係個空間，決定可以解放幾多嘅蟹盤，所以後量一定要超過前量。大家都知道啦，長江嘅後浪推前浪，你後浪要推翻前浪，咁證明你後浪嘅力量一定要大過前浪。如果唔係咁，你後浪嘅力量都冇前浪咁大，你點樣推翻前浪咧？一樣嘅道理嚟㗎嚇。咁今日嘅最後一節總結嘅課堂就到呢度結束啦。非常非常多謝大家嘅觀看，我係 Ivan，我哋喺下一個課堂再見，拜拜。